确实实的把它理解到位的话，我们看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啊？人的初始贴性本来是好的，人的个体之间贴性也是相互接近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理解是什么呢？人的本性，人的初始本性是善良的，大概理解呢是这么样的啊。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对这个性本善啊，就做了一份自己个人的理解啊，对不对？欢迎呢大家呢，提出批评意见啊。第二个，教之道贵于专。那么这个道就是方法和道理，对不对？方法和道理啊。那么就说，学习教育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好，我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这一句话到底《三字经》是对谁讲的呢？对小朋友讲的，对我们老师讲的，是不是？所以后面我就去特意的去查了这个字，教。那我们现在看大家的这个理解，教是什么意思啊？教授，对不对？那么他的对象应该就是我们老师，是不是？还是什么？教导，教导是吧？教导的话也是我们老师对什么学生？那他的这个对象还是什么？老师和家长。还是师长，对不对？所以啊，这里就有一个他的对象的问题啊，对象的问题。所以我后面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字。这个字大家看啊，一边是孝，一边是扑啊，一边是扑，那么孝，什么叫孝呢？什么叫孝呢？其实孝的它的最初的这个本意，除了这个孝顺父母、孝敬孝顺的这个意思以外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字？师从跟从老师学习，也称为孝也称为孝。它这里最初它的最初的本意是全天赞家侍奉父母，称为孝；引申为全身心跟着老师学习，也称为孝，也称为孝。那么这一个扑是什么意思呢？执行、坚持的意思，执行坚持的意思。所以全天听命于老师就称为了教就称为教所以的话呢，它这里也有两个不同对象的问题，既可以讲是对我们老师讲的也可以讲是对学生讲的所以教之道贵于专，我们老师在教导、在教育的这个
过程中或者教育教学的这一个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贵以专，以专为贵，以专为贵。那么这个专，它其实它这里有几层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教学的态度要专注，你不能够什么敷衍了事，对不对？不能够敷衍了事，那么呢，从学生来讲，也是全身心的听命于老师，这就是教育。那么引申为在学校学习，那么就说在学校学习，在学校接受教育，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要干嘛？专心致志，是吧？要专心致志，学习的内容要专一，对不对？要专一，你不可能你今天要去学这个，明天去学那个，到时候呢什么都学不到还有呢，也就是说学习的这个过程也要专，也就是持之以恒，也持之以恒。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通过老师和学生相互之间的这个配合和努力，他才能够呢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所以这是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这个对象既可以讲是老师，也可以呢是我们的学生也可以是我们的学生第三个养不教，这个教那就指的是长辈对晚辈了，对不对？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么这里主要是一个教育理念、教育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生养孩子教育学生呢，是什么呢？是做父母的和做老师的共同的责任。我们先前不是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面表现其实是非常好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回去2天，然后回来以后，又回到原本的这个状态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变化，应该是2个方面，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当然它不一定对，但是说明它有一定的道理。什么观点呢？也就是说，在做这个性别教育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初刚刚开始的时候，挑选这个选孩子其实就是在选家长，选家长非常关键非常关键。你有可能你有很好的方法，有强有力的师资，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是如果这个家长没选好，这个效果特别是在前期刚刚创立的时候，很难把它显现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教育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方面，而是双方共同的一个结果共同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第3句第4句，首孝悌，次戒文。首就是什么？头，对不对？首先最重要的，次就是其次，第2位的。那么这里呢，其实三字经在我们的这个文本里面经常的会流露出谁是第1位，谁是第2位的这么一个观念。这里的就讲到了
对于一个学生，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最重要的、最首要的，应该是要干嘛呢？养成孝悌等等呢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样的啊，在这个有关于《三字经》它的这个顺序问题啊，其实是它的一大特色。比如说他在讲这个读书的这个顺序的时候，对不对？他有一个明确的顺序的，他不能够小朋友他不能够随便去读的。他首先在我们这个《三字经》里面，他首先要对我们讲明，他首先要在教孩子的时候要教他什么？做人的道理，对不对？做人的道理。那么做人的道理，它应该是首先是从哪里来呢？从孝悌从这些日常行为规范。那么在书本表现上，首先就应该是要先读经，对不对？经读完以后才能够去读什么？才能够去读什么？子，对不对？经子通，是吧？你首先你要把经要把它弄懂，然后你才能够去读什么荀子等等这些，你才能够去。子读完以后，你才能够去学什么？读史，是不是？才能够去看历史。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一种教育教学的顺序的。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顺序，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有的这一个机构。首先，当然这也不一定不科学不一定不科学，只是我从这个《三字经》它的这个顺序来做一个比较。他就把首先他就把这个历史就摆在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小朋友多去接触历史。所以我后面我直接在想，为什么《三字经》它对我们的这个顺序要求的这么严格？每一句话都写明了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三字经》里面可以找到原文的。后面我在想，经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的根本的要求没打好，去读子去读史这个孩子，这个小朋友，他有可能在以后的这个人生的这一个过程中，去迷失自我，迷失自己。我们很简单、很显然的，历史里面有正面的事例，也有反面的事例，对不对？那么他对这一些他的这一个故事，他的这些行为怎么去取舍？一个小朋友他还没有形成这一个相对来讲他的这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一个世界观，还没有这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一个分辨事物的这一个能力。那么他在看历史的时候，他怎么去分辨呢？有可能我们是把他往正面去引导，但是他接受的信息接受的是反面的。他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同样的一本《三字经》，每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他的对他的这个感悟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本历史的书籍放到孩子的眼中，他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所以《三字经》才把这个顺序讲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清晰。首先要读经，经读完，通俗以后，熟读以后，才去读子，才去读史。所以我们看《三字经》它的这个这个内容的这个排版也是一样的，它没有把历史首先放到最前面来讲，它还是把有关于经子
等等，有关于道德等等啊相关的内容全部讲完以后，他才开始来讲历史，他才开始来讲历史。所以我们小朋友他在一学习的时候，他首先接触的他就是，前面一部分就是关于道德的要求，对不对？后面才关于这些啊。所以的话呢，三字经啊，从这一句话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他这个教育的这个思想，教育的这种意识，是非常的鲜明的，也是经过了很多代人啊，不断的总结归纳出来的啊。好，这是第4个啊。第5呢，曰国风，曰雅颂，好四诗，当风咏。那么这里呢，主要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啊。我们讲这个风雅颂，是诗经的啊，这个内容的这个呢，具体的这个内容。但是，为什么称为四诗而不叫称为三诗？它的原因何在啊？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雅里面分为大雅和小雅，对不对？国风主要是呢，下层的这个普通的民众献给诸侯或者是天子的，以及天子通过采诗官，每年都要下到基层，下到了田间地里头去，通过